孩子们平安，知道吗？本来今天我们就已经是回到教会的日子，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教会呢就因为整个政府还在整个预期当中，还没有办法说可以回到教会，所以我们要学习再等待一下下，我们才能够回到教会。还有呢，你看到了吗？丽文老师手上拿的是什么呢？康乃馨，对，你们都知道，拿着康乃馨就知道今天是什么节了。哦，对的，是母亲节。因为老师在这个地方要祝福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也祝福所有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们，让你们在带领的孩子的当中一切辛苦了。愿主祝福你们身心灵齐健壮。是的，亲爱的孩子，知道吗？今天不一定说一定要去外面吃大餐，或者是说要去到哪里，在家里一样可以跟着妈妈们过着母亲节的时候。你看看丽焕老师手上有一张很久很久小朋友送给丽焕老师的母亲节的卡片，好，这个是2007年到现在呢，一个主日学的小朋友跟我说，丽焕老师 I love you 哦，祝福你母亲节快乐哦。所以呢，你也可以用画的，或者是呢抱着一下你妈妈说，妈妈母亲节快乐。或者呢你可以怎样唱一首歌也可以，或者呢要做什么事情，说故事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加。祝福你的妈妈，她都收到了，就像丽焕老师一样，收到这样的卡片，我很高兴，因为带着你们满满的祝福，丽焕老师都收到了，谢谢你们。再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开始来礼拜了，所以孩子们准备好了吗？所以准备好了，请你们呢坐好，小手合起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孩子们，谢谢你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当中，让我们一样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这个时候，孩子们恳求主耶稣，您保守眷顾孩子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们，他们身体健康，心灵快乐，让他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有主耶稣的喜乐与他们同在。我们谢谢你，也更将今天的礼拜交在主耶稣的手中，让我们每一个孩子有一颗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礼拜，求主与我们同行同在。我们谢谢你，孩子将今天礼拜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眷顾。我们将线上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宣召，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约翰福音14章23节。各位小朋友，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一摆伫咧线上见面。什么是你永远快乐的源头？敬拜耶稣，敬拜上帝，就是咱快乐的源头。咱搁一摆三角来敬拜。快乐，快乐，我来敬拜，荣耀上帝大真爱，心心欢喜到主面前，夜头用梦心更明，悲伤忧愁求主挂线，要以黑暗无答案，永远快乐源头来临，灿烂更明日晚星。搁一摆来，快乐，快乐，我来敬拜，荣耀上帝大真爱，心心欢喜到主面前，夜头用梦心更明，悲伤忧愁求主挂线，要以黑暗无答案，永远快乐源头来临，灿烂更明日
这一阵子我们的主题就是耶稣的门徒，而且我们也听了很多耶稣门徒的故事。你有特别感动的是哪几位门徒，还是特别有印象的是哪几位门徒？其实在每一位门徒要被耶稣呼召的之前，他也许有很多心里面的挣扎，也许会有很多要去改变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愿意回应神对他们的爱。亲爱的孩子，你愿意献上自己来跟随耶稣吗？老师鼓励你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来回应耶稣对你的呼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尊贵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将自己献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尊贵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意，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再一次来宣告，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今天是母亲节，你的妈妈有没有在你身边？如果有的话，记得抱抱她，谢谢她，亲亲她。我们也在这里也要谢谢各位家长，在这段线上主日学的时候，陪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要记得在十诫里面有一条诫命是要记得安息日守伊罪行。当你的孩子有遵守这样的诫命的时候，上帝的福气会临到你们家跟孩子的身上。我们一起来唱。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你们教我学习长大，教我梦想
们叫我学习付出，叫我要爱耶稣。我一步一步向前走，谢谢你们的爱，回头看着你们笑容，用爱拥抱这世界。我一步一步向前走，带着感恩的心，愿对耶稣爱不改变，一生服侍，荣耀主。妈妈的爱，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你们叫我学习长大，当我梦想飞翔。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你们叫我学习付出，叫我要爱耶稣。我一步一步向前走，谢谢你们的爱，回头看着你们笑容，用爱拥抱这世界。我一步一步向前走，带着感恩的心，愿对耶稣爱不改变，一生服侍，荣耀主。我一步一步，我一步一步向前走，谢谢你们的爱，回头看着你们笑容，用爱拥抱这世界。我一步一步向前走，带着感恩的心，愿对耶稣爱不改变，一生服侍，荣耀主。这时候我们来奉献。亲爱的孩子，请将你要奉献的金额放进去我们的奉献桶，等到下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再把这个桶带回来教会。这时候我们用恭敬敬虔的心来奉献。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家里敬拜你。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也要为着我们的妈妈来祷告，求主赐给妈妈有健康的身体，也赐给爸爸有健康的身体，让我们在天父的爱中，我们的家庭要荣耀主。有求主帮助每一位孩子，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学习感恩，学习将好消息，福音的好消息传给四周围的人。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小朋友平安啊！好几个礼拜没有跟各位一起来学习圣经的话语了，很高兴今天刚好是母亲节，有看到我别的这个花吗？对，希望你们这个时间身边，如果妈妈刚好在你的身边，转过去给她一个拥抱，告诉她你有多爱她，好不好？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记得向妈妈表达我们的感恩。好，那我们今天呢，还记得吗？我们12个门徒，我们已经讲了9个了，现在还剩下最后3个咯。那今天我们要再学习的是西门跟大太这2个门徒，我们要一起来讲。
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仍然能在你的面前，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同心合意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将你所要教导我们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成为孩子们的帮助。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亲自悦纳保守。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课程之前呢，我们一样先来看看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金句是什么。今天的金句非常简单，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若爱耶稣，我们就要去遵守他的话语，而且照他的话语去做。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今天我们要念的圣经经节在哪边？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21到27节，是这样记载：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这边的犹大不是卖主耶稣的那个犹大哦，这边犹大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达太。犹大问主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哇，今天的经节有一点长，所以我们要没关系，这些经节里面，我们等一下在信息里面，我们都会再提到很多关于今天经节的意思是什么。好，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今天要学习2个门徒，一个叫做西门，一个叫做达太。西门有没有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对不对？我们第一个门徒是谁？西门彼得。第一个门徒西门，原本他的名字是西门，彼得呢是后来耶稣为他取的名字。那接下来的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个西门呢，你会发现在圣经上如果有提到他的名字的地方，他都会前面都会有一个叫做奋锐党的西门。圣经这样记载，一方面是帮助我们跟西门彼得有所区分。可是奋锐党，你们觉得奋锐党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奋锐党是什么吗？野马老师用很简单的方式让你们可以了解奋锐党是什么东西。其实党呢，党派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是一群人，很多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想要去做同一件事情，所以他们组织起来，一起在做那一件事情，一起为了达成那一件事情的目标而努力。通常这就是党的意思。那奋锐党呢，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很多人他们呢，很多犹太人，他们不想要被罗马政府统治，所以他们就举起来，他们就一直想要推翻罗马政府。他们觉得我不要被罗马皇帝所统治，我要圣经上面所记载的弥赛亚来做王，来统治我们。所以呢，这群人就是奋锐党。西门呢，他原本就是奋锐党里面的一员。可是呢，当他跟随耶稣之后，你知道吗？西门他刚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可能是想说：哇，耶稣他会不会就是可以来带领我们奋锐党推翻罗马政府的那一位领袖，或者是说那一位队长，对不对？哇，耶稣他说他来世界上当王，那他就可以帮我们带领我们去推翻罗马政府，让我们不用被罗马皇帝所统治。哇，所以西门一开始他对于耶稣的认识是这样子，所以他渴慕他去跟随耶稣。可是你知道这样的认识上是不太正确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有讲过非常多次，耶稣说他要来当王，
他不是要做一个真的我们看到的国王，真的看到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国王，他做的是要全世界，他要拯救全世界，他要做世界每一个人的王。所以当西门开始，他可能对耶稣的认识还不是那么了解，可是在耶稣传道的3年的过程中，西门跟着耶稣慢慢学习，看着耶稣所行的很多神迹，看着耶稣所教导他们的很多教训，原来西门慢慢懂了。西门知道说，哇，原来这位耶稣他并不是要当一个国家的王，他并没有要我们，并不是要带领我们去推翻罗马政府，他要做的是帮助世界每一个人脱离罪恶的捆绑。他不是说只是要帮助犹太人去脱离这个罗马皇帝对他们的管制、对他们的捆绑而已，更重要的是世界上每一个人，耶稣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听到福音，让他们得到上帝的救恩，让每一个人都能从罪恶的捆绑当中获得释放。哇，这就是西门。西门他在整个圣经里面呢，其实你会去翻翻看，你会知道说，哇，好像很多时候他真的没有记载很多的事情，不像前面几个彼得啦、安德烈、约翰、雅各，甚至于我们前面几个腓利跟巴多罗买，他们在圣经里面都会大概记一些有关于他们的事情。可是西门这一位奋锐党的西门，他在圣经里面大概只有提到这样的他的一个名字而已。所以今天我们就先从很简单的方式让小朋友知道说，西门这位奋锐党的西门，他本来对于耶稣的认识，跟他后来改变之后，他对于耶稣又有不同的认识。好，这就是西门，很快吧，讲完了。现在我们接下来要讲另外一位达太。达太，你们刚刚我们在念圣经的里面，他有提到，犹大，对，犹大其实就是达太，他们有2个名字。那圣经在一些地方，在马太跟马可福音呢，你会看到他叫做达太，可是在路加、使徒行传还有约翰福音书这3卷书里面，他都是称为犹大。可是小朋友要记得犹大这一位，他的名字只是恰巧跟出卖耶稣的犹大同名，他们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基本上老师我还是比较习惯用达太来称呼他，这样就可以有很明显的区别。好，达太呢，他的名字有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叫做的意思是智慧者，智慧者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那这达太呢，在跟西门一样，在圣经里面他也没有很多的记载，他也没有被记载有很精彩的故事，都没有。所以呢，他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14章15到24节，也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当中，有达太他有问了耶稣的一句，他问耶稣一句话，就是当最后晚餐的时候，然后耶稣跟他们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的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而且要向他显现。哇，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达太在旁边他就奇怪，耶稣啊，他就问耶稣说，耶稣啊，为什么你要向我们显现呢？你为什么不直接向世人显现？你为什么不让世人直接知道说你就是上帝的儿子呢？哇，达太他问了耶稣这句话，这句话呢，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有去研究这句话，其实它有2种含义。第一种含义呢，就是说，就是单纯的他不懂为什么耶稣你就直接跟世人显现，告诉他们就好了。然后第2种含义，其实更深的含义，就是达太在跟耶稣说，哎呀，耶稣啊，我是何等的人，我不是什么很好的人，不是什么很伟大的人，可是你既然拣选了我，然后呢，你向我显现，让我们告诉我们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用你3年的时间去教导我们很多福音的事情。哇，我们是何等有恩典，何等可以当你的门徒。哇，这一句话里面，达太的这句话里面，其实研爸老师比较喜欢的是第2种圣经学者的记载，因为他在这句话里面，他跟耶稣表现出，哎呀，耶稣啊，我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啊，我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人，可是你的爱居然如此的大，
你居然肯拣选我，让我成为你的门徒。哦，小朋友，你记得我们在这一季的12个门徒里面，常常都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拣选这12个门徒呢，耶稣不是去拣选很厉害的经学家，选很厉害的祭司，对于福音、对于旧约圣经、律法书都很了解的人，都没有。他选择了渔夫，对不对？还有选择税吏，还有选择甚至于在后面这几个在圣经里面，甚至都没有提到他们的职业，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一般的人，默默无闻的人。可是小朋友，有没有觉得，当耶稣要拣选这些人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乱选的吗？你觉得他就是反正就挑一些这些人，然后就是可以用就好了？不是。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有讲过，如果今天你是一个队长，对不对？严邦老师那时候有提正义联盟的事情，你们还记得吗？你看正义联盟，他聚集了蝙蝠侠、超人、水行侠、闪电侠，他去挑都是很强的人。可是呢，耶稣他挑的都是默默无闻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使用这一些看起来不是很有能力的人，可是当他们去传福音，当他们去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你觉得旁边的人看到的是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再说明一次，如果今天是一个很厉害的圣经学家，对，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哇，他把圣经讲得很清楚，讲得很透彻，那旁边的人就说，真的他很厉害耶，他都讲得很透彻，他果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圣经学者，对不对？因为大家就觉得他就是这么厉害。可是今天当一个渔夫，当他在众人面前去行神迹，去传讲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你会怎么觉得？哇塞，这个渔夫怎么会讲这些福音的事情啊？他不是怎么很厉害的祭司，他不是很厉害的圣经学家，他怎么懂这些事情？哇，这个人靠的应该不是自己的能力哦。如果一个人他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去传讲这些福音，小朋友你就知道他靠的是谁的能力。没错，耶稣就是透过使用这样的人，让很多人看到说他们的能力都是来自于上帝。所以小朋友，今天的这2位这2位门徒，就是西门跟达探，他们故事都非常的简短。可是今天我在准备这2个门徒的课程当中，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动，就是我看到了，我学习到默默服侍的重要。你看在圣经里面，他们有很多的记载，可是呢，他们仍然默默的跟随在耶稣。在耶稣受钉十字架死之后，复活升天之后，圣灵降到他们身上，他们仍然努力勇敢的去传讲福音。他们没有很多的记载，在圣经里面没有很多丰功伟业的记载，可是他们默默的服侍，他们坚定的跟随耶稣。所以就像你现在看到我，你看到我在荧幕前面，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在你们没有看到的荧幕外面，有非常多的同工，他们一样很辛苦的在为大家做这样的服事。像摄影他拍完之后还要熬夜去剪辑，对不对？这都是非常辛苦。在一个服事的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们都是没看到的。所以严巴老师很希望让各位小朋友，你们要记得一点事情，就是有些服事，你不要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怎么都没有人看到，好可惜呀。我觉得其实严巴老师更好是一个相反的想法，因为呢，你如果做一件事情，默默的做都没有人看到，你觉得真的没有人看到吗？真的没有人看到，对，就真没有人看到。可是谁看到了？上帝看到了。哇，那种感觉会不一样哦，那种感觉真的会不一样。你可以试看看，当你做一个在教会，你做一个默默的做一件没有人知道的服事的时候，虽然没有得到旁边的人的肯定，没有得到老师的肯定，没有得到同学的鼓掌，可是你知道你得到是什么？上帝都看到了耶！上帝看到你在小的事情上面尽心，
哇，那就表示你在大的事情上面，你也可以做得很好。上帝喜悦这样的服事，好不好？小朋友，今天有一件非常的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可以试着去做一些没有人看到的服事，不要只是做大家有看到的服事。当然，大家看到的服事很重要，你可以去做。可是当你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你也要更积极的去做。所以今天关于默默的服事这边，严爸老师准备了一个小的故事。这个故事呢，非常非常的可爱。我看到这个故事就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它的故事呢，叫做杯杯英雄。杯杯呢，不是那个老杯杯的杯杯，杯杯是杯子的杯。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一个王国呢，他们全部都住的都是杯子。哇，这个国家他们全部都是杯子。然后这个国家非常的特别呢，它在国家最中间的地方有一个大广场，广场中间立了一个很高很高很高的柱子。这个柱子呢，上面有一个宝座，哇，这个王国里面呢，所有的杯子呢，他们都觉得那个宝座呢，就是给这个国家里面的英雄做的。所以这个杯杯王国里面，每一个杯子，大家都渴望可以成为我这个国家的英雄。哇，可能想说，哇，如果我今天哪一天可以做到那个王座，我那么多人看到我成为这个英雄，一定很神气，对不对？一定大家都会，都为我欢呼，一定很棒。所以这个国家里面，每天呢，就很多的杯子到这个广场上面，他们要干嘛？他们要想办法爬，想办法爬上那个高塔。哇，你觉得很容易吗？很不容易啊，那个塔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可是，所以他们就想办法，有什么方法可以爬啊？有的人很天才哦，他用什么？他后面绑了一个火箭，然后点了一个火，咻，就这样飞。结果呢，你觉得有成功吗？没有，乱飞，撞到塔之后就掉下来了。有的人呢是干嘛？用撑杆跳，你们知道撑杆跳吗？就是用一个杆子跑，然后杆子插着之后就可以跳上去，呼呼，蹦，跳过头。反正就是各种方法，然后有些人就是很努力的爬，可是被后面追上的人还拉了他屁股一把，整个就拉下来。总而言之呢，就是非常多杯子，他们都非常的努力，想要爬上这个高塔，坐上那个英雄的宝座。你觉得有成功吗？都没有成功。每一天白天就是这样子，好多人聚集在广场，然后大家去努力挑战。可是真的就是没办法，等到天暗了。大家回到家里之后，你觉得这个广场会很脏乱还是很干净？对，就是很脏乱啊！大家聚集在那个广场一天，然后垃圾都乱丢，这是很不好的行为哦。我们要不要模仿他们？可是他们就是整个广场就乱七八糟的。等到晚上的时候，广场都没有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杯子，他的工作是清道夫、清洁员。哦。今天整个广场又这么乱了，我不知道要扫到什么时候了。大家都离开了之后，就看到他拿着扫把，开始在扫广场上的垃圾，开始在捡广场上所有白天留下来的垃圾。哇，就是忙，常常忙到那个时候都没有人看到，因为都很晚了，每一个杯子都回家睡觉了，只有他默默的在那边清洁，默默在那边扫。你知道吗？有一次扫着，你看那个画面的图，你就会看到，你有看到他怎么吗？扫着，他就扫着，不知不觉他就往着高塔上面一直爬，一直擦，一直扫，就扫到高塔上面了耶！很神奇吧？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这个高塔被弄脏了，很脏乱，所以他需要擦，所以他就慢慢爬，慢慢擦。哦，等到爬到擦到最上面，把最上面的宝座也擦干净之后，他就坐在宝座上面说：“总算擦完了，好累哦，今天工作真的好累哦，我坐在这边休息一下吧，看看漂亮的风景。今天月亮还是很圆哦，真漂亮，真凉快，真舒服。我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下去。”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事情？这位清洁，我们叫什么？清洁杯杯好了。他默默的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这样做着，擦着，他居然就爬上了高塔，坐在这个英雄的宝座上了。
可是你知道吗？他坐在那边只休息完了之后，休息的差不多了，好了，也该回家了。他就默默的又从高塔上面爬下来，然后回到家。第二天呢，一样，整个高塔旁边的广场又聚集了很多伯伯，大家继续在挑战。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得懂。你看这个清洁伯伯，他每天做的事是什么？他没有像其他的伯伯勇敢的去一直努力想要去挑战当英雄，对不对？他每天就是到他工作的时间，他该扫地的时间，他就默默的也没有人看到，他就默默的把他工作做好。做着，你看他其实就当上了他们这个伯伯王国的英雄了。可是他没有觉得他很伟大，对不对？他一样默默的下来，一样的第二天再继续扫地。所以小朋友，这是一个回到我刚刚说的，就是一个默默的服侍，默默的工作，默默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其实你在上帝的眼中就是一个英雄，就像这个清洁伯伯，他在这个王国里面，他就是一个英雄。所以今天好不好？今天的故事，觉得虽然这两位门徒没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可是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努力去默默的服侍，尽力默默的服侍，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你觉得或者是也不只是在教会哦，你在学校，在家里，只要看到对的事情，看到该做的事情，即使没有人看到，即使得不到掌声，即使得不到妈妈的鼓励，得不到奖品，没关系，都去做，因为上帝都看在眼里，上帝会给你他更大的报赏，更大的礼物，好不好？好，所以呢，今天这个故事非常的简单，一样的，我们要在最后一样有几个问题需要让各位同学跟各位小朋友跟你的爸爸妈妈跟你的家长一起来讨论。第一个呢，我们要一起想一想，我们在今天这个母亲节的节气里面想一想，哇，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上帝让我们有妈妈，让我们有照顾我们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回应上帝的恩典？好，这是一个问题，可以去想一想哦。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教会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可以默默服侍的机会呢？你去想一想，当你在主日学分班或者在主日学合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帮老师做，帮同学做，好不好？你可以想一想，跟你的爸爸妈妈、跟你的家人一起分享。第三件事情就是希望你们可以一起全家人一起分享一下，在最近你觉得最感恩的事情有哪一些？然后呢，大家一起祷告，为了你这些值得感恩的事情，跟上帝献上感恩。最重要的，记得最后跟你的妈妈，或者是照顾你的人，不管是阿公阿嬷，不管是阿姨，甚至不管是你的亲戚朋友，每天很多人都是默默的在照顾你们。当你上学的时候，你的妈妈照顾你的人，在家里默默的帮你洗衣服，对不对？默默的煮饭给你吃，默默的帮你洗棉被、整理棉被，还有陪着你写功课，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记得为这些事情，为他们为你做的这些事情，跟他们献上你的感恩，抱着他说谢谢你。今天我也要挑战，因为我到40几岁了，现在要抱我的妈妈，对我来说是一个常常会觉得不好意思，可是我今天一定会做。我要回去抱我的妈妈，跟她说谢谢她，好不好？所以小朋友，下个礼拜记得最后一个门徒犹大的故事一样，每个礼拜天早上10点，记得预备好你的心，重要的是预备好你的心，好吗？我们要一起在线上继续一起合一来敬拜。最后我们要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母亲节的这一天，我们可以聚集一起敬拜。也谢谢你，也求你帮助我们，也提醒我们，让我们为了我们所拥有的母亲，我们所拥有的很多照顾我们的人，对他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也谢谢你透过我们今天西门跟达太的故事，让我们学习到默默服侍的重要。主啊，求你纪念每一位孩子，求你纪念他们在很多人看不到的地方，只要他们肯愿你为你默默的服侍，
求你加倍的恩膏，加倍的恩赐给他们。我们将这一群孩子，将每一个孩子，将每一个家庭，再一次的摆在你面前。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求你真的看顾每一位孩子、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家人的健康。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了，记得哦，记得下礼拜天继续要在电脑前面、电视前面，我们要一起再来敬拜。还有，别忘了跟你的妈妈、照顾你的人献上你最大的感恩。OK， 拜拜。大家平安，咱做伙来看咱这礼拜的金句，伫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讲：人若听我，伊要守我的道理。耶稣讲：人若听我，伊要守我的道理。大家平安，咱要做伙来学习诗篇100篇。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娱乐入伊的院，用娱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娱乐伊的名，着感谢伊娱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伊的信息到万世代。在我们听完西门跟达太的故事之后，我们知道西门因为认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从一个暴力组织的成员变成一个热爱传福音、愿意为主奉献的门徒。所以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拣选门徒，不是看他们的外表，也不是看他们的年龄，更不是看他们的职业，而是愿意为主所用的心。这也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恩典。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这礼拜要讨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好方法去回应耶稣的恩典呢？那第二个，就像刚才志安老师说的，我们在教会中有没有可以默默服侍的机会？第三个，我们可以跟大家可以分享自己最感恩的事情，然后向主献上感谢。像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不要忘记感谢我们的妈妈、爸爸，还有其他照顾我们的家人。谢谢他们平常在生活中总是温柔又有耐心的教导我们、照顾我们，也在信仰的道路上带领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可以用一些特别的方法去表达我们的感谢，像是我们可以唱诗歌给他们听，也可以亲手做卡片送给他们，来回应他们的爱。那我们可以在家中跟家人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并把这些问题的答案一起记录在读经本上，或是用 LINE 传给你们班上的老师。那我们最后就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总是给我们满满的恩典。虽然我们可能很渺小，我们有许多软弱的地方，但还是感谢你愿意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也恳求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将福音的种子撒在更多的人心中。在大事小事上，求主都帮助我们，可以更愿意的来提供、来奉献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服侍。感谢主。也求你帮助我们每天都能够感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喜乐的心。谢谢你。小孩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